題，車係第二題，工工人嘅工。第二題喺邊啊？第二題喺邊？係工人嘅工。第三題，可樂嘅可。第四題，中國嘅中。係。我做乜嘅呢？係啊，你畫就畫得啦，唔緊要畫得啦。係。第五題，媽媽個媽字。媽媽個媽字喺邊度啊？唔係喺爸爸呢度咩？係咁你圈啦。第六題，個日字，出入平安個日字。第六題喺邊？第六題係啊，個日字係啦。第七題，小生個小。第八題，以後嘅以。第九題，石頭嘅石字。仲有石人嘅石咩？石人嘅石字，石人唔係呢個石字喎。第十題，山，假山嘅山，爬山嘅山。仲有上山啊！係喎，上山都係佢喎。你呢？OK，我哋做完啦。